和盛堂简介。建筑外观：慈心亭与米乐园。山门：武圣宫。附近设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脚。1、2、3、4、5楼级。地下室与厨房餐厅。兴建中的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荒。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三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4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盛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心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米乐园，由菲律宾道心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谕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设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脚。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月会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张秋圣老前人及和老前人与陈前人像。国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圣训文物：1楼有读经教室、国乐班教室、神韵合唱团教室、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举办道德经班、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学界英文道义班，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办公室与交易厅，义和众志爱心会。1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九龙半先天母图，及神龟龙马雕刻，及道义劝善图文。2、3、4、5楼宿舍，东西厢房，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单位，点传师各有1间休息室。地方法会活动班次目录：3考爱祥单位，6组坛经班、文理班、常青、成人读经班、儿童读经班、体会班、综合成全班、青上精湛班、讲训班、素食烹饪班、爱祥塑料组、资源回收组、道务检讨、干部研习、世界道场开荒、东南亚及南亚印度爱心活动、
度众办道，家访成全，救急济贫。2楼后办事图书馆。3、4楼先天大佛堂。佛龛中央大字有20个字，代表五教：耶道如佛回教教义，而以儒教为主居中，即上帝真在，象指五教合一。佛堂内柱子对联，即上方大中庭建筑，晨钟象指醒示。开经典班、仙佛班、天人合一班、青少人才教育班，举办正法新传盛会。3、4楼走廊有祖师师尊师母及院长大人圣训及道场文化图文雕刻。4楼有阶梯教室、现代化视听简报室，举办青少年心理成长营，举办电脑资讯专长教育，地下室开常青班、新春志向班、年终悔过班、联合体会班，有4年制学界课程教室之至善班、在学班、金钟班、现代化厨房及餐厅、神鼓舞狮队，举办学界大专、高专夏令营、冬令营、辅训营、传灯营、大专营学员打扫社子村街道，及到6甲做环保。举办国中小夏令营，即在后山举办萤火晚会。圣堂举办的重要活动：1楼后天佛堂开坛典礼，3楼先天佛堂开坛典礼，91年10月20日圣堂落成典礼，母亲节感恩，中秋节感怀师恩母德，重阳节敬老，表扬3代同堂均有亲口修道者，表扬修道亲口50年者。成人大状元读经评鉴会、小状元读经评鉴会及有米乐园。3+94年8月21日，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95年4月15日，一贯道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义和圣堂举行。95年9月，3家一贯道总会在元智大学举办的宗教文学与人生国际学术研讨会。98、2009年2月6日，冈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姓李真传。3+98年8月，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3访联谊，南区点传师联谊，陈洪真老前人及高滨开老前人有莅临。基础组单位3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91年11月24日，一贯道各组县道亲联谊。93年11月7日，一贯道彰化县知会身心灵宗教之旅。一贯道台南县办事处举办身心灵健康文化讲座。学界道场义和与纯阳单位联谊。3访高雄县6归乡神威天台山一贯道大道场。
3访台南县南化宝光圣堂。宝光祖道亲3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兴义祖南兴单位道亲3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兴义祖纯阳单位道亲3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96年7月，一贯道花莲县知会道亲3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宜兰台北道亲3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常有各地道亲游览车队来山庄3访。96年10月，泰国道亲来山庄3访。96年，沈理事长带领台南县警察退休人员来山庄3访。98年2月22日3访南投发一组光会道务中心及菩萨馆。开荒。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国外开荒已传9国。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尼泊尔及南亚的印度等等，很多国家成立一贯道总会，例如中华民国、美国、加拿大、印尼、泰国、日本等等。另有一贯道世界总会。重要网站：遵守圣训，修道古老化，办道科学化，以电脑资讯科技网站帮助弘扬真理天道，提供超越时空限制的学习资源。上网后找搜寻网站，再输入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搜寻，可找到网站。感恩已故陈前人在生时买得不吝给人走的大德。崇敬周前人设计道场文化图文及兴建武圣宫，提供道亲及与社会大众广结善缘的好地方。神源山庄义和圣堂联络电话：690199206669000008，台南县关田乡社子村19号。欢迎莅临资源共享的弥勒大道场。谢谢观赏。中华民国96年9月出版，98年8月台语版出版。附加义和圣堂国乐团演奏。感谢台南艺术大学毕业的硕士邱琴婷老师、王梦桥老师教导。搜寻请用 http://www.google.com.tw 输入灵一贯道数位图书馆找寻之。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